第二期台电潜舰，它是在民国32年的时候，由美国的普斯茅斯港建造，33年下水，在34年，也就是1945年2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时候成军。当时美国一名管线号，它的舷号是4管它，在美军服役了约30余年之久，在民国62年的4月12日，以热线的方式移交我台湾海军中华民国海军面临海之军舰舷号拐钩腰，在美军成军至今已经服役了约70几年，是全世界服役最久的潜舰，而且它现在仍在台湾海峡及周遭的海域执行任务。一般疏远的部分，它的长度306尺，宽27尺，船的排水量1800吨，长2400吨，续航力可达4500海里，马力有5400匹，速率浮航16节，桨12节以上。武器的部分，配备21寸的鱼雷发射管10具，编制军官10员，士官兵72员，前线总共有82员的人员。在舱间的部分，我们有9大舱间，依序为前舷舱。前舷舱它配备6具鱼雷发射管。前舷舱它上层是主要是军官办公跟休息的地方，餐厅也在前舷舱，下层是前舷间，它储存了我们主要的液体。控制室是潜舰潜航的操作的控制中心，它可以控制我的前后翼。控制室的下层是中电平间，控制室上方是我的指挥塔，它是我潜舰所有指挥决策下达的地方。它在指挥塔的时候，也可以控制2根潜望镜来做目标的观察跟观测。后电平舱是我士官兵主要生活的空间，我的大厨房跟我的大饭厅和人员休息的地方都在上层，下层的部分就是我的后电平间。后面有2个机舱，分别是前机舱跟后机舱。它这边配置了我加比舰3个柴油的发电机跟主机，以及我的消音机。按我所有人机的装备，大部分也都配备在这2个舱间。往后就是操纵室，操纵室是我潜舰所有的电力控制中心跟动力的调配中心。